我哋希望可以盡快今屆立法會期撥款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去到全港最多老人嘅地區觀塘區，喺社區中心同居民會面。中心外有市民向佢哋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盡快通過撥款，擴建聯合醫院，應付區內日益增加嘅醫療需求。論壇上，居民除咗關心醫療服務嘅問題，亦都有多位市民要求政府加快興建公屋，以及復售公屋單位。都希望支持嚟到恢復翻呢個出售公屋。嗱，呢個要即係好認真喺房屋政策整個環節嗰度考慮，唔能夠單獨一個措施咧嚟到諗。因為當阿梁先生提話要大量興建公屋咧，已經有人擔心你係咪打算推冧個樓市啊？咁喺呢度同你講咧，房屋既然係一個咁敏感，同埋同市民咁息息相關嘅課題，我哋就會做得非常之謹慎。林鄭月娥話：呢一個問題要認真考慮。林鄭月娥強調，新政府會將房屋供應嘅問題放喺施政重點，解決市民住屋需要。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彭樂妍報道。